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廣州土著頻道。今日繼續紐約家庭嘅抉擇第10集，亦就係大結局。呢一集嘅標題係面對自私子女，老人咁樣做換嚟最後嘅尊嚴。好多謝嗰啲一直聽故事、寫留言、點讚嘅朋友，希望有更多嘅朋友留下更多嘅留言，咁樣會使我更加有信心，將喺現實生活裏邊睇到嘅、聽到嘅寫成故事，同大家分享。多謝你哋嘅支持。喺上一集第9集，李文軒夫婦逼賣老宅，三兄妹爭吵不休。張秀嫻暗中下定決心，家庭會議喺混亂之中收場。呢一晚外面落住大雨，屋裏邊靜到只能夠聽到雨嘅聲音。張秀嫻坐喺沙發上邊，眼神沉靜。佢心諗，琴晚嗰一場鬧劇，文雅嘅怒火，文軒嘅猶豫，文學嘅疲憊，都好似一把刀咁插入自己嘅心。佢哋都好自私，都想撇甩自己。如果自己貿貿然咁返到廣州，就會變成孤魂野鬼，死咗連收屍嘅人都冇。佢深深咁吸咗一口氣，心裏邊下定咗決心，自己一定要有一個方案，唔能夠使佢哋嘅自私得逞。自己一定要使佢哋知道自己仲未死，頭腦仲好清醒。第二日早晨，陽光穿過雲層，張秀嫻對李文雅講：文雅，我要再開一次家庭會議，我有決定。李文雅點點頭，心裏邊諗：媽到底係要認輸呢，還係葫蘆裏邊賣咩藥呢？同一日，張秀嫻約咗16歲嘅孫女李敏喺麥當勞見面。佢將呢幾日嚟大人嘅爭吵同李敏講咗，並且低聲咁對李敏講：李敏你阿媽要同你阿爸離婚，你一定要攔住佢。你諗下，佢後生嘅時候揀咗你阿爸，20年後為咗呢一啲事就要離婚，除非佢想孤老終身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年老色衰，仲帶住你，點樣去揾更好嘅男人呢？聽完張秀嫻呢一段說話，李敏個心一沉，佢完全諗唔到自己嘅媽媽有離婚嘅想法。張秀嫻繼續講啦：你阿媽真係傻啊！佢喺20年前最年輕、最後生嘅時候，花時間千揀萬揀，先揀到你阿爸。唔通20年之後，年老色衰啦，仲可以揾到一個比你阿爸更好嘅男人咩？李敏一邊聽一邊點頭，最後佢咬咬牙，對張秀嫻講：阿媽，你放心，我唔會俾你走嘅，我會同我阿媽講，我一定要逼佢留低。如果佢真係要離婚嘅話，我會同佢講，我永遠都跟阿爸。幾日之後，張秀嫻決定家庭會議唔喺壓抑嘅屋裏邊進行，而喺陽光明媚嘅後院舉行。佢心諗，咁樣做應該使得大家嘅心情都會好啲。呢一日，3個仔女連埋黃曉彤已經嚟齊。張秀嫻心諗，呢一次由我自己嚟定自己嘅去留，我一定要使佢哋知道我呢一副老骨頭嘅決心。呢個時候，3個仔女仍然係各懷鬼胎。李文雅冷眼旁觀，心諗，媽搞呢一出戲，可能又會遷就文軒。如果係咁嘅話，我真係吞唔落呢口氣。李文學一邊捽住太陽穴一邊諗，只要唔好拖我落水，你點搞都得，反正我係冇辦法冇能力噶啦。李文軒低住個頭唔講嘢，但係心亂如麻。佢最怕黃曉彤又再搞事，佢自己真係要崩潰。黃曉彤呢，表情好平靜，但係內心好似壓咗塊石頭一樣，因為自己個女李敏嘅嗰一句說話，永遠跟住阿爸，好似一眼針一樣吉喺佢嘅心裏邊。會議開始，張秀嫻企起身，
聲音好平穩，但係好堅決。佢話呢次我叫你哋嚟，唔係嚟討論我去還是留，係叫你哋聽我宣布決定。第一，我唔返廣州，要留喺紐約。你哋三個琴晚嘅心思我已經睇透啦。返廣州我就係孤家寡人，死都冇人理。第二，我要揾中介賣咗廣州嘅老宅，錢一分錢都唔分俾你哋，我轉返嚟美國自己用。所以文學文雅，你哋兩個唔使擔心我會拖累你哋。第三，我要住喺文軒嘅屋企裏邊，因為當年我全部嘅積蓄都用嚟買咗呢間屋，但係我唔會住喺樓上，我會搬去地庫度住。目前地庫係租俾咗一家香港人，一家三口，租金係800蚊，我呢準備俾400蚊。畢竟啊，呢間屋啊有我一輩子嘅血汗錢。第四，呢一個決定對文學文雅嚟講係最吃虧嘅，因為佢哋攞唔到我一分錢。但係冇辦法，我已經將你哋三個養大成人，任務已經完成。我嘅錢點樣花，點樣用，你哋真係冇資格嚟指責。第五，如果有一日我不能自理，神志唔清，病都冇得救，咁你哋可以自己決定掹唔掹氧氣管。如果我當時仲係清醒嘅話，我自己決定。講完呢一番說話，成個後院啊靜到啊鴉雀無聲。隔咗好耐，李文雅冷笑一聲，眼角啊望咗李文軒一眼，諷刺咁講道：媽，你明明係送文軒一個大禮，佢老婆可能仲會囂張落去。不過佢哋真係好命，我琴日鬧佢哋，就算係白鬧啦。李文學聽完之後，好無奈咁講：媽，你點樣決定都好，我都服從，我冇資格講任何事情。佢一邊講，心裏邊一邊諗，自己身上嘅麻煩事一大堆，阿媽都算係叻啦，自己可以搞得掂自己，對比下自己都算係慚愧啦。李文軒啊吞咗一下口水，佢低聲咁講：媽，你住地庫我冇問題，我會盡力照顧你嘅。佢一邊講，眼眶有啲發紅，心如刀割啊！佢知道自己嘅媽媽資助自己買咗房，呢一次有主動住入地庫，算係救咗自己嘅婚姻。黃曉彤啊合埋個嘴唔出聲，但係心裏邊啊梗係好嬲啦！呢條咁嘅死老嘢仲住喺呢度，唉，真係冇辦法。最後啊，見大家都冇咩表示啦，張秀嫻啊低聲講咗一句散會，然後佢轉身入屋啊開始收拾自己嘅行李。李文軒啊行過嚟低聲講：媽，我幫你。張秀嫻啊搖搖頭，唔使啦，我自己嚟。收拾完之後，佢攞住自己嘅行李，坐上李文軒嘅車，一齊返屋企。一路上，黃曉彤啊黑住面，李文軒啊有時候啊偷偷咁睇母親一眼，心裏邊總係有啲慚愧。張秀嫻啊坐喺車嘅後邊望住窗外，心裏邊啊十分平靜，因為佢知道只要自己身邊有錢，乜都唔使怕。